各位會員大家好啊！咁啊話咁快咧嚟到我哋6月嘅活動抽籤啦。咁今日咧有我陳生同埋我嘅隔離嘅袁生咧一齊幫大家抽啊！咁啊事不宜遲啦，今日嚟到我哋第一個活動啦，就長安萬象文物之旅。咁就6月3號嘅晏晝1點3至3點半嘅。咁我哋稍後咧會抽出16位嘅正選同埋10位嘅候補嘅。咁我哋俾啲時間袁生啊，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我哋16位正選同埋10位嘅名單嘅。好，嚟到第二個活動啦，一齊嚟唱 K 係啦。咁我哋呢個活動咧分開2場嘅。咁第一場就6月3號星期三嘅下午2點3至4點半，而第二場咧會係6月22號嘅上午9點3至11點半嘅。我哋會先抽出第一場6月3號下午嘅，我哋會抽10位正選同埋4位候補嘅。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第一場嘅正選名單啦，正選同候補名單。好，咁而家都抽埋我哋第二場嘅名單啦，咁稍後會抽出10位正選同埋9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第二場嘅正選同候補名單啦。好，咁我哋下個活動咧就係第3個活動長者護老社區計劃。咁呢個活動咧就6月4號嘅晏晝2點半至6點嘅。咁屆時咧會同我哋嘅長者做一啲認知嘅健康評估啦。咁我哋稍後咧會抽出我哋稍後抽出40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40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嚟到第5個活動啦，智能一族。咁智能一族咧，我哋都有2場嘅。咁第一場咧就係6月8號星期一，咁第二場就6月22號，都係星期一嚟嘅。時間一樣啦，下午2點半至3點半。咁我哋稍後先抽出第一場嘅正選及候補名單嘅，我哋會抽8位正選同埋1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智能一族第一場嘅正選名單。好，咁我哋一陣會抽埋第二場嘅，咁第二場咧我哋會抽10位正選同埋9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我哋嘅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哋應該抽8位正選同埋2位候補啊，係啦。咁我哋以上咧就係8位正選同埋2位候補嘅名單嘅。咁去到第6個活動啦，社區自由行3。咁今次咧會同大家去呢個香港生物多樣性嘅博物館嘅。咁日期係6月9號晏晝1點9至到3點嘅。咁我哋稍後會抽出12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社區自由行嘅正選及候補名單嘅。去到我哋第7個活動啦 ，DIY 馬賽克玻璃花瓶。咁呢個活動嘅日期咧為6月11號星期四，時間係上午10點至11點半嘅。咁我哋稍後咧會抽出8位候補同埋8位正選同埋10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8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名單啦。好，嚟到我哋第8個活動啦。我哋今個月咧都會睇戲嘅，咁就睇呢個《寒戰》嘅1994。咁日期咧就係6月13號嘅朝早9點至到晏晝12點半嘅，喺翻尖沙咀 K11 Art House 嗰邊嘅。咁我哋稍後咧會先抽出我哋單人籤嘅。咁單人籤咧，我哋會抽出38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38位單人籤中籤嘅名額，同埋10位嘅單人候補名額嘅。咁我哋抽完單人咧，都會抽埋雙人籤嘅。咁雙人籤咧，我哋一共會有6隊，係啦，總共12位。
咁另外啦，我哋會有7隊，總共14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我哋6隊嘅雙人簽中簽，同埋7隊嘅雙人簽候補名單嘅。好啦，咁去到我哋第9個活動啦，健體椅子操。咁呢個椅子操呢，我哋一共會有2日嘅，就6月15同埋6月29號會上2堂嘅。咁時間就朝早9:3至到10:3嘅。咁我哋費用免費嘅，咁我哋稍後會抽出8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健體椅子操嘅8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。好，嚟到第10個活動啦，迎端午祭香包。咁我哋呢日期就係6月12號星期5啦，咁時間就下午2點半至到4點嘅。咁我哋一陣呢會抽出8位正選同埋10位嘅候補嘅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迎端午祭香包嘅正選同候補名單啦。去到第11個活動，速度與激情啊！咁呢個活動都特別啲嘅，我哋呢個對象會係中心男會員啦，咁一齊去玩呢個4驅車。咁日期呢就6月18號，朝早9:3至11點半嘅。咁我哋稍後會抽出8位嘅正選同埋2位嘅候補嘅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11個活動速度與激情嘅正選同候補名單啦。好，嚟到第12個活動就長幼共融樂融融，係啦。咁呢個活動呢就6月22號啦，咁就上午10點半至12點嘅。咁到時會同翻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嘅學生一齊玩遊戲嘅。咁我哋稍後會抽出10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係啦，咁不過留意翻啦，如果一陣因為呢個活動呢，同我哋下一個活動聖瑪利愛心同樂日呢，其實我哋只可以登記其中一個活動嘅。咁如果有會員係可能報名上邊有啲錯誤嘅，或者2個都抽中咗，咁啊通知翻我哋職員呢參加邊一個活動啦。好，咁我哋會抽出10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長幼共融樂融融嘅正選同候補名單嘅。咁去到第13個活動就係聖瑪利愛心同樂日啦。咁呢個活動呢，都同上一個活動呢都相似嘅。呢個活動就6月22號晏晝3點至5點。咁我哋邀請咗聖瑪利一班同學仔呢過嚟中心整手工嘅。咁我哋稍後會抽出12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呢就聖瑪利愛心同樂日嘅正選同候補名單。咁嚟到第14個活動啦，常樂長者學院，咁就係一個圖文印章工作坊嚟嘅。咁就留意下啦，因為呢14、15、16呢3個活動呢，我哋都只可以登記其中一場嘅啫。咁如果有會員係可能報名上邊係一樣啦，有可能重複咗報名嘅，或者抽中嗰2個嘅，咁都通知翻我哋職員呢，你要參加邊個活動。咁我哋先抽出第14號活動，圖文印章工作坊嘅12位正選同埋7位嘅候補嘅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14號活動嘅正選同候補名單嘅。好，嚟到第15個活動啦，都係常樂長者學院嘅活動。咁呢個係輕鬆陶作時光，咁啊同大家一齊整陶瓷嘅。咁啊日期同上一個活動圖文印章都係一樣嘅，就係6月23號。咁時間呢，第15號活動就係晏晝2點至4點半喺翻五常節嗰邊嘅。咁我哋會抽出12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輕鬆陶作時光嘅正選同候補名單。咁留意一下啦，14同15活動呢都係喺五常節中學嗰度進行嘅。咁所以參加者呢係唔需要喺中心集合嘅，我哋係自行去到五常節中學門外集合嘅。好，嚟到第16個活動啦，從此守護口腔。咁呢個呢，我哋到時會有一啲牙嘅教我哋假牙嘅護理啦、預防牙周病啦，同埋一啲清潔牙齒嘅技巧嘅。咁我哋日期係6月23號晏晝3點半至到5點半嘅。咁我哋稍後會抽出25位正選
同埋10位嘅候補嘅。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從此守護後康嘅正選同候補名單嘅。好，嚟到下一個活動啦，第17號活動。咁我哋呢個活動咧就叫 Levi's 奇趣文化一日遊。咁我哋咧會同 Levi's 嘅職員啦，同我哋中心會員咧一齊咧有個旅行，咁啊參觀下故宮博物館，享用下自助午餐，再周圍行下咁樣嘅。咁我哋咧一陣間咧會分別抽出單人同埋雙人籤嘅，係啦。咁我哋先抽出單人籤，我哋會抽40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我哋40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，係啦。以上係單人籤嘅抽籤結果嚟嘅。咁我哋稍後咧都會抽埋雙人籤嘅，咁我哋應該有11對嘅雙人啊，即係換言之22位正選同埋16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我哋嘅22位正選同埋16位候補嘅雙人籤啦。好，嚟到第18個活動，能源效益及節能減碳講座。咁呢個活動咧就係6月25號啦，晏晝2點半至3點半嘅。咁就我哋一陣會抽出30位嘅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第18號活動嘅正選同埋候補名單啦。去到第19個活動就係我哋嘅桌遊探索非洲之旅。咁我哋咧會有2場嘅，咁第一場咧會係6月26號星期五，而第二場咧會係6月30號嘅星期二，時間一樣都係2點半至3點半，喺翻我哋飯堂進行嘅。咁我哋稍後咧會先抽出我哋第一場6位正選同埋10位嘅候補嘅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6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正選及候補名單嘅。咁我哋抽完第一場咧，都會抽埋第二場嘅。咁第二場我哋會有6位正選同埋4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第二場嘅非洲之旅嘅一個正選同候補名單。好，嚟到第20個活動啦，牛棚歷史與藝術探索之旅。咁日期就係6月26號星期五，時間就下午3點半至到5點半嘅。咁我哋留意下啦，呢個活動咧會喺土瓜灣站 A 出口咧集合同埋解散啊。咁啊唔好嚟到中心度集合啦。咁稍後咧我哋會抽出16位正選同埋8位嘅候補嘅。好，3、2、1。好。咁以上咧就係第20號活動嘅正選同候補名單。咁嚟到第21號活動就係 ConHub 健腦奇俠教學班。咁相信大家如果係嚟中心咧，都會見到我哋中心好似增設咗一部機嘅，咁但係又未必知道點用。咁如果唔知點用咧，就啱晒啦。咁我哋嚟緊咧會喺6月27號星期六朝早9點半至到10點50分咧，我哋會有個教學嘅。咁我哋就名額有16位嘅，咁我哋會抽出16位正選同埋10位嘅候補嘅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就係 ConHub 嘅正選同候補名單。好，第22號活動啦，就長者免費抽血檢查活動。咁呢個活動咧，我哋都同我哋嘅關愛長者協會啦，同埋香港都會大學咧都合作嘅。咁到時咧都會想同大家進行一啲抽血嘅測試，係啦。咁就大家如果都有興趣，可以測試下啲肝腎嘅功能啊、膽固醇咧，都可以留意下呢個活動嘅。咁呢個活動咧，我哋稍後會抽出35位正選同埋10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我哋以上咧就係35位正選同埋10位嘅候補名單啦。好，咁嚟到第23號活動，23號活動係啦。23號活動咧，呢個活動我哋咧就係一個景文樓嗰邊嘅活動嚟㗎，大家可以留意下，就唔係我哋中心嘅活動嚟嘅。咁我哋景文樓嘅活動咧就會係手指棒啦。咁啊6月2號晏晝3點9至4點9嘅。
咁我哋稍後會抽出10位嘅正選同埋5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咁以上咧就手指棒嘅正選同候補名單。咁就去到我哋，終於去到我哋6月嘅最後一個活動啦。咁都係景物流嘅活動嚟嘅。咁就芬蘭木柱體驗班，咁就日期係6月9號晏晝3點9至4點9，係啦，都留意翻喺景物流我哋中心會附址進行嘅。我哋會抽翻10位正選同埋10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係啦，咁我哋以上咧就係芬蘭木柱體驗班嘅正選同候補名單啦。好，咁去到最後啦，我哋抽晒6月嘅活動咧，都同大家預告一下咧，我哋嚟緊6月18同20號咧嘅朝早9點至晏晝6點咧，我哋都為咗響應父親節啦，咁我哋都會向我哋中心男會員咧都會派發我哋剃鬚刀一把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嘅會員都可以攞你哋嘅會員證，或者代1位男會員去領取嘅。咁我哋今次6月活動嘅抽籤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咁余生我哋一齊 say 個 goodbye，拜拜。